十一哥也算是本朝的书法大家了，那些翰林学子、好字画的满汉大臣们，都为能得到十一哥的手迹而为荣啊。想想嘛，王羲之的《快雪时晴帖》，若收藏在十一哥手里，也算是物有所归吧。看来我也只好接受皇上的这份厚爱了。朕可不是白送，拿这副名帖与十一哥做个交换。皇上，我还不一定能找到王羲之的真迹呢，就算找到，这等珍贵的字画也是没有啊。军机领班，朕拿《快雪时晴帖》换十一哥的军机领班。明日早朝，十一哥自请退出军机处。这还不是皇上一句话吗？何谈交换？用《快雪时晴帖》换军机领班，不能不使人想起宋太祖赵匡胤宴请老将石守信和王审琦的那顿酒宴。你把朕比作赵匡胤呢？那谁是赵普啊？王杰呀。不过广兴更有可能。可你们比不了石守信、王审琦。石守信、王审琦是陪着赵匡胤出生入死的老将，他们不贪财不贪墨。朕没有酒宴，朕也不是赵匡胤。你敢对朕起誓，你不知道《快雪时晴帖》的下落？你敢起誓说何师太奏折里说的一点事实根据都没有？何师太，自己看看吧。很有讽刺意味是吧？王杰奉旨审问何师太，居然审出一份弹劾4位王爷的奏折来。朕连自己的亲兄弟、亲侄子都约束不了，连你们都贪墨，如何整治吏治？老王杰的态度很明朗，整治吏治，就从你们4个王爷开刀。王杰的背后是一批朝廷重臣，而且你们把广兴也给得罪了，广兴也率着一帮御史弹劾你们。想想吧，你们的处境，朕的处境。承蒙皇上厚爱，自领衔军机大臣以来，虽也与同僚殚精竭虑，然吏治颓败仍未得到遏制，湖广川陕戡乱剿匪进展缓慢，产功遥遥无期。本王愧对皇上，愧对于大清社稷，所以特请皇上免去本王的军机大臣领班衔，放本王归隐书海汉池。皇上，吏治也好，湖广川陕匪患也好，错在和珅擅权时埋下祸根，则不在成王爷。微臣斗胆，请求皇上斟酌王爷的苦心。臣附议，臣附议，臣附议。众位臣工啊，朕心里舍不得十一哥辞去军机领班，但是朕不能勉强啊，毕竟诗赋字画才是十一哥的长项嘛。王中堂，你说呢？承亲王已表明归隐书海的心愿，臣以为皇上应当成全承亲王心系汉池的志向。诗赋字画是承王爷日夜所思所想，微臣也认为皇上应该成全承王爷的心愿。你们俩就是包藏祸心，巴不得十一兄隐退，你们好把持朝廷。十一兄不做军机领班，你来做吗？朱时君，你还没这个资格。那么是你喽，王杰。想做军机领班，你不觉得你老了点？永林，大放厥词！既然十一哥恳求隐退，朕准了。十一哥这么做，识大体顾大局。朕决定将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赐予十一哥。
谢皇上。你就在府内赋诗作画，研究研究王羲之的字儿嘛。禀奏皇上，我也请求隐退。兵部的事，皇上另请贤能。你的请求朕也准了，朕也为八兄准备好了一份礼物。朕知道八兄好养鸟，朕送你一批奇珍异鸟。隐退闲下来啊，遛鸟，教鸟说说话，无事一身轻嘛。谢皇上。皇上，我腰腿不好，九门提督。其实从昨晚开始，我已不再是九门提督了。就是因为你腰腿不好，朕才把这份苦差事让松云挑起来。你的去处啊，朕也为你想好了，西城为你划拨个宅子，就在府内炼丹。谢皇上隆恩。永林，看来我不隐退也不行了。你本来就对朝政不感兴趣，喜欢唱戏。父皇在的时候一直为此着急呀。朕想啊，人各有志嘛，朕就送你一个戏园子，喜欢唱戏就唱去，痛痛快快的唱。那就谢谢十五阿哥。以后没了差事，成了戏子，恐怕再很难见到皇上，所以叫一声十五阿哥，谢谢，谢谢皇上，还记得弟弟的爱好。众位臣工还有本要奏吗？皇上，奴才有本要奏。说。实在是难以启齿，不过十公主一再跟奴才说，让奴才请示皇上，奴才也觉得应该请示皇上。你要说什么事儿啊？和十公主有关系？十公主已经同意了，现在和府不就是十公主拿事儿吗？啊，是让十公主主那边的事儿啊。青莲留下遗书，要以和珅合葬。哎，我和十公主商量过了，十公主那边……等等，你说谁要与和珅合葬？青莲，和珅原来的妾。皇上，您见过她呀？朕想起这码事儿了，不准！皇上，这十公主都同意了。住口！退朝！退朝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主子，圣柱大人他来了。走。哟，是圣柱大人啊！奴才叩见贵妃娘娘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圣柱大人脸色不好。大人的事儿，本宫隐约听到了一些。节哀吧。奴才谢贵妃娘娘的关心。其实清源也是命苦，本宫只说让小妍子给大人府上送点首饰过去，算是本宫赐给青莲的。臣替青莲谢过贵妃娘娘。啊，对了，本宫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大人想过没有？
苏婉妮瓜儿是孝淑皇后宫里的，这孝淑皇后都死了多久了？她为何还留在那儿？难道死人也需要人伺候？内务府好几次要把瓜儿纳兰遣送到别的宫里去应差，这皇上都不同意。莫非贵妃是说？王中堂，请留步。朱中堂，何师太的事，王中堂有何想法？何师太？我担心皇上不想草草了结何师太，广兴把何师太硬扯进来，就是揣摩透了皇上的心思，试图为皇上废除皇贵妃制造一个事端。广兴好奉迎。本部堂觉得，这是皇上的家事，我们外臣呢就不要搅和进去了。皇上深系国家社稷，哪能简单一个家事？想想太上皇当年试图废除乌拉那拉皇后，怎么样？前车之鉴呐！而且现今的皇贵妃又没有明显的失德，又是太上皇定下的中宫。一旦皇上宣布废除皇贵妃，必将引起朝廷上下八旗宗室一片议论呐！听朱中堂这么说，这还真是个事儿啊。所以，我希望王中堂配合，早日促成何师太的事了结。好。你怎么看何师太？皇上要单说何师太吗？看来你什么都知道了，那就直说皇贵妃吧。皇上，王中堂说的对，皇上与皇贵妃之间是皇上的家事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你知道王杰是怎么说的吗？他说朱中堂说得好，皇上与皇贵妃之间是皇上的家事，我们外臣不便过问。微臣与王中堂的确私下讨论过此事。如果朕决意废除皇贵妃，你们肯定是要站出来反对，是吧？朱世君啊，你不光是朕的大臣，你还是朕的师傅，难道连你都不理解朕的心情吗？微臣很理解，所以也有顾虑。你有什么顾虑？皇上，其实皇上与皇贵妃之间不是2个人的事儿，是3个人。3个人？你又听说什么了？肯定是从皇贵妃那里散布出来的，说朕宠了哪个宫女。皇上误会了，微臣说的是太上皇。皇贵妃的身份是太上皇定下的。如果皇上执意要废除她，那么反对废除皇贵妃的人势必会抬出太上皇来。皇上，我大清是以仁孝治天下的，如果皇上执意要这么做，那么把太上皇摆在什么位置？皇上想过吗？哎，来，生柱啊，有个事儿，还只能麻烦你。说吧，只要别提皇日就行。你还清醒吗？啊，这可是要紧事儿。我清醒得很，我都能认出2位王爷来，
你是承亲王，你是定亲王，你是侄子，你是叔叔。哎，我这头脑还清醒吧？你看啊，你兼着内务府差事，有个宫女儿进宫应差期满了，你看能不能把她？王爷看上哪个宫女了，让我给放出去。嘿，圣柱，想到哪儿去了啊？十一叔好的是字画，不是女人。我们呐，是让你把伺候过孝淑皇后的苏完尼瓜儿放出宫，让她出宫嫁人。苏完尼瓜儿，皇上说了，不让随便安排她，让她留在孝淑皇后宫里。皇贵妃今儿还说呢，死人还要什么宫女伺候？皇上不说不想再见到苏完尼瓜儿了吗？对，皇上亲口说的。皇上，不是说好了吗？不提皇上，不提皇上。那这么着，明天一早啊，你就安排苏完尼瓜儿出宫，啊，别就他一个人，像模像样的再多安排几个宫女一块儿跟他出去。皇上要问啊，就说他们进宫应差期满，要出宫嫁人了。皇上说了，不爱搭理我了，不会问我的。不提皇上，又提皇上，不提皇上，来，哎，皇上，圣柱大人让奴才带俩宫女过来给皇上瞧，是内务府新招的宫女。圣柱大人说，遣这两个到孝淑皇后宫里应差，皇上若不满意啊，再换两个来。孝淑皇后已经过世，她宫里需要那么多宫女做什么？有纳兰瓜儿就够了。这个圣柱折腾什么？内务府要遣送瓜儿、纳兰这波宫女出宫，回民间嫁人。瓜儿要出宫了，朕怎么不知道？去，传圣柱来见朕。算了，朕现在就去内务府走走。这个圣柱搞什么鬼？皇上，基辅热河新选的宫女陆续到来，盛京锦州规划路途远，还需要10日。这个以后再说。圣柱啊，孝淑皇后已经过世了，她的宫里就不用再换婢女了，让纳兰和瓜儿再应差1年，等昌陵郡公孝淑皇后安葬之后再遣他们出宫，你看怎么样？我看不行。皇上恕罪，臣不能这么做呀。圣柱大人，皇上的要求你也敢违抗？皇上，恕臣直言，臣替皇上办差，遵的是大清的祖制，臣稍有差池，稽查内务府御史衙门又要有折子上了。哎呀，这点小事儿，御史们怎么会知道呢？这可说不准。要不皇上给臣下一道圣旨，明确要求苏婉尼瓜儿不出宫。朕下一道圣旨，那还找你干什么？皇上，要不就下一道圣旨，改一改祖制。圣柱，你是要报复朕？皇上想多了，宫女应差期满，出宫嫁人，这是祖制约定的，皇上也是知道的。圣柱大人，您就不能担待一下皇上，就留瓜儿一个人成吗？德雷公公，这是你的意思，还是皇上的意思？哼，恐怕是你的意思吧。皇上亲口说过，不愿见瓜儿，
皇上，是这么回事儿吧？圣柱啊，你别得寸进尺，你就为了那个青莲，你竟没心没肺到跟朕较劲！皇上，住口！内务府的差事你就别干了，回府歇着吧。朕让松云兼任。松大人，哎呦，朱中堂啊，恭喜大人，贺喜大人！皇上把内务府这一大摊子事儿交给大人了。这哪叫什么喜呀？我正要请朱中堂指点迷津呢。其实这2个宫女中，皇上想留的是那个苏完妮瓜儿。可是瓜儿的母亲已经为她定下了一门婚约，而且因为皇上宠她，后宫嫔妃都记恨她。皇上的家事，我们大臣不好上书言事。不过，尽臣子之心，该担待的还是要担待啊。我明白朱中堂的意思，可皇上那边怎么办呢？装糊涂。反正圣柱做了决断，不关我的事儿啊。皇上，奴才悄悄查过了，苏万妮瓜儿、纳兰这批宫女离出宫还有1年多，皇贵妃、成王爷都找过圣柱，唆使圣柱提前打发瓜儿这批宫女出宫，然后再招进一批新的宫女。你肯定？绝对没有错，皇上。德林，奴才在。把内务府会计司郎中传来。这。还有，宗云在接手内务府总管的时候曾经犹豫过，是有人给支的招，宗云还是坚持把瓜尔纳兰遣出宫去。有人指的是谁？直说。是皇上的师傅朱时君。这倒有可能。好啦，别想啦，出了宫以后啊，这儿的事儿就跟咱没关系了。怎么没关系？喜达拉娘娘临终交代我的事儿，还没办好呢，我不放心。你呀，也不想想，这皇上和皇贵妃之间的事儿是你能解决得了的呀？哟，哎，告诉你们啊，皇上刚刚把圣柱大人的内务府差事给罢免了，把他交给了松云。瓜儿，皇上虽然嘴里没这么说，可心里实在不想让你们俩走，就是因为圣柱坚持要打发你们俩出宫，所以才罢的他。哎，你没憋什么好屁吧？你可别害我们啊！我们盼星星盼月亮似的，可就盼这一天呢。皇上待你们俩不薄啊，你们真就铁了心的要走？这都是早晚的事儿。大能一在上天把花枪，尊神大扫听端详。夏至路过普天上，地球民户之感想。他父名叫丘祖王，20年前早已亡。他母可娘娘，皇上来了。和他双天南在高堂，去请教罗妇女独自。我说怎么着，没了狐妹子，皇上自然带进六宫嫔妃了。臣妾恭迎皇上。起来吧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朕特地来陪你一同赏戏。谢皇上。来，你傻呀
你啊，妹妹，可千万别再节外生枝了。瞧见没有，打从咱们进宫应差那天起，不就盼着走出这里吗？现在他就在眼前了呀。怎么了？落下什么东西了？孙云大人，瓜儿想向皇上去谢恩。谢恩是大臣们的道别，你们这些做宫女的，没有这个必要了。再说了，你也不想节外生枝吧？哎，妹妹，瓜儿恳请孙云大人成全。苏婉妮瓜儿，皇上为什么罢免圣柱内务府大臣的差事，你应该知道。你瞧见没有？你们这些做宫女的，进了宫心都朝外飞，你可别自己丢了这次机会。难得这么有心肝的宫女，皇上知道该有多高兴啊！你们放心去吧，松云大人不给情面，我向皇上传话，你们放心去就是了。谢谢总管大人，谢谢大人。今儿个呀，是你的寿诞，朕决定今天晚上留下。谢皇上。皇上，皇贵妃娘娘，松云大人带着准备出宫的宫女儿前来谢恩。有孝淑皇后宫里的纳兰和瓜儿吧？还是孝淑皇后教导有方，以往出宫的宫女啊，只给自己伺候过的主子谢恩。皇上，要不就在长春宫召见吧？就按皇贵妃的意思，在长春宫前殿谢恩。这奴婢叩见皇上、皇贵妃娘娘吉祥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、皇贵妃。小妍子，赏他们每人白银10两。皇上，就算是臣妾替孝淑皇后赏给这几位宫女的，这其中有2位是伺候过孝淑皇后的。也好。松云，微臣在。这2个宫女伺候过孝淑皇后，现在皇后不在了，所以他们想向皇上谢恩。是你想谢恩？皇上，孝淑皇后的隆恩，奴婢没齿不忘。以后，奴婢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皇上了。奴婢会在宫外为皇上、皇贵妃娘娘祈福的。难得有这么有心肝的宫女。松云啊，朕怎么听内务府郎中说，这批宫女儿应差并未期满，他们的应差期还有1年半，是这样吗？皇上，微臣接手内务府总管大臣时，这件事儿已经成局，并且新进宫的宫女已经到了，所以你们别怕，朕准你们离宫。但是对于做局的人，朕绝不宽恕。朕知道，成亲王找过圣柱，还有人也在圣柱耳边吹风，唆使圣柱擅自决定遣他们离宫。
松云听旨，圣柱没心没肺，听别人唆使，传朕的口谕，让他去昌陵待着，督察陵园进度，不得私自回京。微臣接旨。起驾！朱中堂，请留步。皇上遣圣柱到昌陵工地效力了，而且特别吩咐，叫他不得随意回京。哦，因为遣苏完尼瓜尔出宫。皇上还特别吩咐，要朱中堂和我一起去宣召。这是为什么？是警告，也是一个预示。苏完尼瓜尔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啊。苏完尼瓜尔今天已经出宫了，而且他和皇上都有点恋恋不舍的。总督大人，我见过经略大人，经略大人正在等候总督大人。我跟你不一样，我和和珅有亲戚关系，恐怕这回……总督大人呐，沾亲带故，不足引起皇上的猜疑。问题是，一直以来，你的眼睛只望着太上皇，瞧着和珅的脸色，没有在意当今皇上。经略大人，那你说我……其实，不光是你，我跟明亮也一样啊。我们啊，当初都是受和珅举荐，太上皇点头启用的。你呢，跟和珅又多了一层族孙的关系，不知道皇上会怎么想。我们呢，糊里糊涂地淌进了这潭浑水中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，夔伦落井下石。完颜夔伦？哦，就是王杰相中他清廉，才举荐给当今皇上的夔伦。是啊，这个夔伦不懂兵法，只能在背后告我们用兵耗费饷银。哼！皇上，微臣认为，眼下应以稳定军心为要。乐宝这些人，当初都是由和珅举荐给太上皇。湖广总督景安，还是和珅的族孙。如今和珅被正法，他们都担心由此受到株连，心理包袱都很重啊。那你的意思是，给他们吃定心丸？怎么个吃法？皇上下一道圣旨，苛责四川总督夔伦。朱中堂，你这叫什么定心丸？只有夔伦是王中堂举荐，皇上钦点。看来朱中堂完全了解乐宝与夔伦之间的矛盾。打一个，安抚一个，朱中堂的点子就是苦肉计吧？王中堂可以这么理解。逆手冉天元，纠集数路残匪，协众数万，由定远渡嘉陵江。夔伦理应为此负责。那是一次失败的合围。经略大臣乐宝、湖广总督景安，还有陕甘总督义绵、陕西巡抚秦承恩都有责任。皇上，合围错失良机，的确是大军调整不周，不能追究夔伦一个人。更重要的是，微臣这次下去才知道，领命戡乱剿匪的将军督府为夔伦官居清廉。朕也觉得此次合围责任不能落在夔伦一个人肩上，但是呢，一定要给乐宝一颗定心丸吃。王姐，臣在。苛责夔伦的圣旨，由你和成亲王一起拟定。臣遵旨。
哎，周大人，周大人，你来干什么？是不是想从我这儿打探情况，回头报告成亲王？你这是怎么话说的？我王海棠能干这种勾当？那天不是你向成亲王通风报信儿？天地良心，绝对不会是我，我敢对天起誓。周大人，我给您带来一个人。乐宝的师爷。周大人，请。广大人，这是经略大臣乐宝的师爷通过汪海棠送过来的。这次广大人弹劾倒4个王爷，您名声远扬啊！我看你是找死！我们是御史，你想过没有？他乐宝的师爷把银票送过来，为什么？那乐宝肯定有求于我们。我们做御史的最忌讳的就是回护沾恤。你现在拿了他的好处，你还能理直气壮的去弹劾他吗？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那这银票完了，这样，这食菜，请。这银票拿回去吧。不是，大人，你这是还给乐宝的师爷。我被左都御史臭骂了一顿，这银票烫手啊！还是左都御史为人谨慎呐。我看这银票啊，不如大人您收下。这乐宝，他有什么事儿啊？乐宝想要奎伦的命。什么？这种事你也敢掺和？本来乐宝有意找成亲王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皇上突然罢免了成亲王的军机领班。现在咱们左都御史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所以乐宝有意联络广兴大人。你让他死了这条心吧。这事儿是有点难度，当初成亲王就不敢随意接手啊。您想想，奎伦是王杰举荐给皇上的，有王杰在背后戳着，乐宝是在找死。你都清楚这些，你还把乐宝师爷介绍来，你涮我呀？不是，大人误会，大人误会。我呀，这是投石问路，卑职有意找大人合作淘金。这怎么个淘金法？是这样，山西巡抚的那个小舅子叫什么来着？为了一个幽灵戏子，把布政使的长随给打死了。当今皇上和乾隆爷不一样，是一再下诏严禁各地督府在官衙饲养幽灵戏子，所以嘛，布政使吃了亏也不敢声张此事。可光天化日打死人的事儿，官府也不能不管吧？巡抚就让按察使装模作样的断案，草草结了案呐。按察使是看着巡抚的眼色行事，布政使憋了一肚子气。您想想，打狗也得看主人嘛。这儿有山西道监察御史，你忙活什么？咱不弹劾谁，大人您听我说，这个长随是直隶人，我呢给他递过去一个消息，苦主
告到督察院了。巡抚坐不住，就派他的师爷来京城私了。哎呦，你这是讹诈呀，汪大人！我们做御史的专司国家风纪，职官协政、政事得失都要及时言于皇上，以纠正失谬。哎，你发现问题了，你不上书言事，你还攥在手里讹诈，切！说的也是啊，这礼部堂官科举时有油水可捞，这吏部省察时地方官吏百般孝敬，这工部的油水更不用说了。对，哎呀，大到河防工程、宫廷兴建修葺，这都是他们经手啊。就连兵部、刑部，他没有收礼物的机会啊。唉，就是我们督察院呀，专司风纪，得罪人的差事。我们这一上折子，不是弹劾哪个官员，就是责难哪个地方事情办得不好。你说这谁愿意搭理咱们呢？所以说呀，咱们得自己淘金，我的周大人。妙，妙啊，汪大人，真有你的呀！不过这事儿不能让左都御史知道啊。周大人放心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来，干！瞧你们这些御史嘴脸，大清国还好得了？